金将军，嗨，天皇陛下欣赏你在要向汪精卫计划中的贡献。自此之后，你在情报部更没有丝毫懈怠。现在听说你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，该计划是否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？是的，一定能够解决。请开始吧。镇静的最好办法只有2个字：和谈。我建议直接和蒋介石政府举行和谈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们可以交还给蒋介石政府我们已经占领的部分土地。够了！你这个懦夫！我们是不会和蒋介石政府和谈的。这样做和卖国有什么两样？都给我安静！诸军之中，有谁能够在这里向我保证，能跨过三峡，征服重庆？金将军，请继续。诸位，帝国在中国被牵扯的兵力实在是太多，就算是攻占下足够的土地，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防守。交还一些土地是在替帝国松口气。征服中国永远是帝国的目标，但是对于日本而言，中国不怕鲸吞，只怕蚕食。我们的和谈只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我们在满洲、华北的统治，消灭逐渐强大的共产党的军队，积蓄力量，彻底征服中国。因此，和谈不代表我们没有底线。第一，重庆国民政府需要公开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；二是允许华北地区驻军；三是重庆方面需善待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。以上。蒋介石政府有和谈的可能吗？蒋介石在谈话中曾经说过，如果日中两国关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，就是胜利。此计划非同一般，一旦付诸，绝对没有回头悔步的可能。华北、华南地区，除国民党正规军及军统力量之外，共产党是我帝国的心腹大患。所以，金将军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吴小姐，吴小姐，麻烦您在上面签个字，要不然货物上不了货轮，到时候麻烦就大了。好。
给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大佐殿、大変お疲れ様です。藤原，我曾说过，要想和中国人打交道，必须习惯他们的语言，这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尤其是做你这样工作的人。はい。快点吧。这次去广州辛苦了，帮那边的同志解决了很大的问题。这些药品和物资都已经登记上船，估计还有1天的时间就能到达。广州那边的同志已经做好了接应准备。久旱逢甘露啊！不过近期不能再有动作了。我的业绩表现有些过分扎眼，上面有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了，不能让他们产生怀疑。强华兴业这边的事情，的确是要暂缓。这1个月呀，都没能让你和天亮见上一面。想笑就笑吧，不用憋在心里。你呀，平时难得有个笑脸，一听说要见到天亮了，就开心了，对吗？你受我命令，在电侦课进行政战及技能培训，无缘无故进我办公室干什么？报告大佐，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沉寂半年之久的信号波长，所以我特地来向你汇报。截获内容是什么？只知道这段波长被启用，具体内容还不清楚。该值守的值守，该待命的待命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赶快回到你们每个人的岗位上去。嗨！等等，居正宗，上好的居正宗，我在这儿已经找到了。
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喝酒？你们喝酒，我去看戏，互不干扰。好久没有喝到家乡的酒了。我记得菊正宗在日本本土也很难买到。不过大佐的脾气你是了解的，如果真出了事情，我怕保不了你。那你保谁？死人脸长谷川，还是那个心理阴暗变态的藤原？信太郎，我请你吃料理吧，配上菊正宗。真的？好，那我去换衣服了。他来了。天亮潜伏在敌营10年了。他的煎熬我特别懂，所以我更加心疼他。每一次跟他见面，我都想和他多说一会儿话。去吧，啊。哦，对了，老田那边你是不是该去看看？他最近有些反常。难得他主动找我，应该是有话要说。我现在就去见他。我还备了杏花楼的葱油鸡，你事后到他那里找我吧。嗯，好。有位置了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好，你先进去吧，我马上来。好，那我在里面等你。好。又带着你的日本小女朋友呢？别拿这事儿开玩笑。好久不见，活跃一下气氛嘛。老王啊，好，你先喝点水。好啊。
老王，这是我的请愿书和悔过书。我想组织上把我留在这儿，让我冷静的思考，是有道理的。老铁啊，秋霞同志对你很重要，但他对组织、对党更加重要。组织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。他在军统潜伏这么长时间，组织比你要更加着急啊。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提篮桥监狱这么个铜墙铁壁，不是咱们这些肉身说闯就闯，说劫就劫的。组织有组织上的考虑，我一切服从命令。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回到情报部门工作，这也是秋霞同志所愿意看到的。既然组织上把我去留的决定交给了你，我一切都听你的。你能这样想就好，我们同样也需要你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。你在这儿等着。老田。好，安娜同志，快请。老王，是安娜同志。老王，啊，那这样，我先回避一下，啊。金井策划同计划，内容未知，望在外配合调查。同计划。之前金井五副蛰伏这么久，却没有丝毫动静。看来这一次，这个所谓的同计划，非同一般啊。你好，只要他露出獠牙，就好办。可是，老田啊，老田，哎，来了来了。老田，哦，你的报告我会尽快的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。虽说你是由我全权负责，但必须要让上级首长来做这个决定。啊，我明白。看来这个葱油鸡我是没法和你一起享用了，你自己好好补一补吧。啊，我先留着，等你下次来的时候啊，咱们再一块儿吃。走了。好。
疑似抵抗组织电台频道波长被截获。时刻保持战斗状态，工作上绝不能懈怠。要记住，我们是为天皇效忠。报告，可疑电台发来电报。报告大佐，几点？念。同计划已不是什么秘密。想知道我手上掌握多少情报，拿余秋霞跟我交换。随时保持波段联络。电文内容是如何被发送出来的？就算是以明文方式发送，也需要双方都有相同的母本才能进行简易联络。只怕对方已经有了这份母本。原谅属下愚钝，我只是不明白，这个余秋霞到底和同计划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的这套母本之前被军统截获了，动手的就是这个余秋霞。但是，司令部第一时间就将该母本作废了。不错，余秋霞是军统的人。作为对情报站被袭击的回应，我们实施了对余秋霞的抓捕。我刚刚传达出同计划的消息，就有这样的反应，用同计划来交换军统的余秋霞，
那看到同计划的另外3个人里，难道还有一个中国人，一个军统的存在？余秋霞是我们军统的人，我还没有将情报传出去，就有了用同计划交换余秋霞的电报。难道这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同志？继续监听该频道波长，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嗨！我是金井武夫，木村，我要见你。给，不用找了。谢谢啊。老王，安娜，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田成业带着电台逃跑，已成事实。虽然我很不愿意接受这件事，但天亮传来，日本情报部截获的频道波长，就是田成业重新启动的36号电台所发出的。而且，你我在2楼的谈话，应该也被他窃听了。田成业怕是会拿着同计划去和日本人做交易，用同计划换取余秋霞同志。对于秋霞同志被捕一事，田成业已经丧失了理智和原则。如果他冷静下来分析的话，他甚至可以推断出，在日本情报部里面就有我们的同志。天亮岌岌可危。那我这就去找天亮确认。如果你们接上头，证明天亮确实无恙，向他确认田成业所发出的电报内容，并且要告诉天亮，田成业已经叛变，让他自保为上。好。老田，你这么做会害了秋霞同志。前辈，这么着急召我来见你，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吧？同计划刚刚传达就被泄露了。你是怀疑情报4科有内奸？你说的很对。终于有一件事情能让我提起兴趣来了。我想，找到这个藏在我们内部的家伙，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走，直接去提篮桥监狱。嗨。秋霞，我知道我这么做违背了我们当初的信仰，但为了救你，我别无选择。前辈，您不觉得这样的声音很悦耳吗？
个别肉体意志的溃败，不足以让帝国赢取任何一场胜利。能让我悦耳的是这个民族灵魂上的哀嚎。不愧是前辈，每次听您的见地，就像是在听牌局。他就是余秋霞，把他带到审讯室去。大总，余秋霞已经带到。我和余女士之间用不着再做介绍了吧？为了把你请进提篮桥监狱，我足足付出了6条生命，端掉我情报站，截取电文母本。你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，英雄烂死在这儿，的确有些可惜呀。进来。
梁先生，哎，啊，请过来。过来。到这里来。你来看这幅画，是不是很美？哎呦，长官，太漂亮了，好啊！可惜呀，被你给毁了。出去！请进。新太郎，小泽，这是你今天的报纸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新太郎，你知道吗？司令部今天来了很多生面孔。生面孔？都是以前没在司令部出现过的人。啊，我们这里出现人员变动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我去值班了。再见，新太郎。请进。进来。
说情掌柜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纤维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悬在肩头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还想请问木村中佐，请我们来做什么？希望中佐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我会认为这是对帝国军人的侮辱。金井大佐怀疑，在你们4位当中，有一名潜伏的军统间谍，已经把大佐视为帝国最高机密的计划泄露出去了。